我就畢業於澳門城市大學嘅國際款待與旅遊業管理學士學位啦。我喺畢業之前咧，一直都有做兼職嘅，嘗試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工作。我係透過招聘網站啦，知道職出前程呢一個計劃嘅。因為當時畢業之後咧，我就遇上咗疫情啦，大多數嘅畢業生都好難揾工作。同時都好多謝我嘅公司新濠俾咗呢個就業機會俾我。參加呢個計劃咧，令到我揾到自己真正感興趣嘅行業啦。喺畢業前咧，我一直都冇諗過要踏足工程呢個行業嘅。但係因為呢個計劃，我感受到呢個行業嘅樂趣。我覺得依家嘅年輕人咧，可以嘗試接受下唔同嘅職業啦，不斷咁樣增值自己各方面嘅技能。因為每一份工咧，都一定會有佢嘅辛苦之處嘅。我哋要學識去接受啦，同埋喺工作上面都要保持住正面樂觀嘅心態，努力咁樣學習職場上面嘅技能。謝國豪呢個年輕人工作認真、有責任心、學習能力強，上司安排嘅任務會通過學習同埋努力啦，有效地完成任務。我覺得咧，年輕人咧要敢於嘗試，要多學習，工作態度要積極同埋認真，心態上要樂觀啦。如果暫時處於低谷嘅話，唔好放棄。